叔叔，那个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时候不早了，该走了。你这是好长时间没来了，进屋坐坐去啊？梅雅刚回来，也怪累的。我们来日方长嘛，好好休息啊。我改天再过来。爸。啊？哦，好，明白明白。哎，我把箱子拿进去啊。我好想你。我也是。不要跟你分开。我在国外，我每一天都在想你。我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，我再也不走了。我都想好了，我不会回欧洲的。我永远都不要跟你分开，我要天天的看到你。好，不分开。你看不进去就睡觉，你在这儿翻来翻去的，我看着晕。你成天有1秒钟是不晕的吗？以后啊，不许在孩子面前说小瑞亲生不亲生的事儿。许你做，不许我说。你对小瑞向来就不公平，这又不是什么秘密，我为什么不能说？我只是希望欧阳能早一点收心，回来帮我打理公司的事儿。你为什么总是扯到我对小瑞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上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我把小瑞当成自己亲生骨肉看待，从始至终未改变过。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不可理喻？郭长林，你别在这儿振振有词的。打从你跟我在一起的那天开始，你图的就是我们家的钱。现在你发达了，不需要我这个钱袋子了，我自然就变得不可理喻了。你巴不得我现在就带着小瑞离开这个家，离开欧氏，巴不得我跟小瑞在你的世界里就从来没出现过。来干什么呀？咱们这个小破屋了啊！本来这间房子我当个仓库了，其实你一回来，这东西都不知道放哪儿。哎呀，人家都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我这只是出国上了个学，我还没结婚呢，你就天天把我往外赶，你还是我爸吗？我在国外，我还天天想着你每天肯定特别想我，把我这小桌子给我擦得亮亮的，小床铺得软软和和的，每天坐在我这小台子上面睹物思人，想着我。爸，我真的想太多了，你把我这房子都能当仓库了。爸，你歇会儿，我去打盆水，我把灰擦了。哎。是啊，我就是不想让你回到这个小破屋里来。哎，你现在毕业了，好，你呀休息休息，陪着小珍好好玩一玩啊！你马上跟我回欧洲找工作去啊！
我可不能让你在这小破屋待一辈子。你总待在老爸身边，会有什么出息啊？你这，我去给你抱被子去。对不起，爸，我这回得让你失望了。我这回回来呢，不回欧洲了。欧洲再好，也没有中国好。你这丫头，你胡说什么呢你？哎，你时差没倒过来，你还是在这说梦话呢你啊？我说什么梦话？我说这些话都是我深思熟虑过的。你说你啊，当年去欧洲留学，你多不容易啊！成绩那么好，导师年年都夸你。他说你要是在欧洲找一个很好的美妆公司，那是什么前途？怎么知难而退了？你对得起老爸，你对得起你自己吗？你，爸，你根本就不知道，我一个人在国外，我很难的。我每天都在想你，想小哲，天天都想吃你给我做的饭，天天都想听你数落我。咱们家怎么了？我看咱们家挺好的，我没觉得咱们家是一个小破房子。你别想着把我往外赶啊！我从小到大都在这个屋里长大，我觉得好着呢。你说。我有什么好想的？你想我干什么呀？啊，我这有胳膊有腿，能吃能喝的，那最不济不是还有土豆吗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们说好了，你现在马上跟小哲结婚，然后去欧洲，哎，就这么定了啊，这样我才能踏实啊。原来导师推荐我去的美妆公司是欧氏集团。我是欧氏集团的安保部主管蒋一龙，这位是我们集团的副总裁欧阳。咱俩喝根饮的。虽然我现在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是我给你留个纪念。等我以后知道是谁了，我就告诉别人我以前跟你做过同步拍，你自己看看。天哪！完蛋了！欧氏集团那么大，就算我去欧氏集团工作了，我每天都是待在实验室里，我肯定见不到那个什么欧阳。再说了，人家肯定已经把这件事情给忘了。他肯定不会记得。面试，憋着。Laissez-moi vous aider.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帮我签个名呗。谢谢。哇，这么多。
我可不是故意要看你的小秘密，我总得确认一下你是谁，对吗？你会原谅我的，对吧？陈哲，在法国的日子好难熬。我好想你，我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我都在想你，我恨不得现在1秒就抱着你能回到你的身边。怎么办？阿哲，哲，怎么办？我快要疯掉了，我快要疯掉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哇，这也太劲爆了吧！我爱你，是多么清楚、多么坚固的信仰。我爱你，是多么温暖、多么勇敢的力量。我不管爱多伤心多慌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爱是一种力量，把我带到你的身旁。人才，我天，抄个词儿啊！被打得太惨了，从来没见过人被打得这么惨，太可怜了。11739.17公里的距离，隔不开我对你的思念。3年不在你的身边，减不掉20年的相濡以沫。小哲，我就要回来嫁给你，懂我？ 20年，多大岁数了？打他呀！欧阳，你真的太笨了，我怎么？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笨的人？太想不开了。 可怜不可怜？别看了，别看了。朋友圈的各位大神们，哥们儿今天在飞机上跟一女的拿错箱子了。此女名叫林美雅，从巴黎留学回来，要跟她相恋20年的男朋友陈哲结婚。关于此女早恋开始的年龄，我也同样抱以强烈的好奇。附照片3张，找到此女者必中幸。人才呀！ 我昨天穿那件衣服，你看见了吗？啊，我给你洗了。啊。哟，小雅回来了，回来了，雅阿姨。说。爸，你洗我衣服之前，你翻口袋了吗？我口袋里面有张名片，你看见没有？ 什么名片啊？没见着啊！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我在飞机上跟一个叫欧阳的人拿错箱子了，他保镖给了我张名片，我现在不得找着人家，我才能把我箱子给换回来吗？箱子弄错了？嗯，我不是吗？我所有重要的证件都在里面呢。哎，他的保镖干嘛给你名片啊？ 嗨，就是个误会。行了，爸，你别管了，我自己都能解决。
箱子都丢了。不是丢了，是拿错了。哦。哎，王老师，您尝尝刚搬得的。酸。哟，来，您吃我这个，您吃我这个，我呀再给您拌一份去啊。立冬，赶紧把外面盘子收了，我去2楼。好，知道了，梅姨。小刘，一会儿所有洗干净的盘子全部放到消毒柜消一遍毒，记住了啊。就交给你了，我去外面。好的。欢迎光临。2位请慢走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哎，好嘞，王叔，您吃好了，好，慢走您。哎。哎，你好，哪位？我谁呀？我说你小子跑哪儿去了？你怎么回来了？巴黎电话都追到我这边来了。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您老人家倒好玩消失，手机也关机，什么情况啊？哎，别提了，这次出去巡回比赛，半年了没跟老爷子联系。老爷子飞急了，派了一帮人去巴黎找我。能怎么着啊？我再能打，也经不住一帮人在巴黎狂追我一整天吧。一帮狗皮膏药，甩都甩不掉。合着您这半天在巴黎街头上演了突出重围的大片呗？你也有今天啊？啊？哎，你怎么那边那么吵啊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我说你那边怎么那么吵啊？别忘了，今天是周一，我在邻家老店。啊，就周一啊？哎，你说你也真有意思啊！哎，亿万资产的危机承认，每周一还得跑去老店原当用时。那没办法呀，你别忘了，我爷爷当年就是靠这家小门脸发的家，没有这家老店，怎么可能会有我们黎氏集团的今天呢？这就是爷爷定下的规矩，老店必须得传承下去。所以啊，无论你是黎家大少爷，还是整个集团的继承人，无一例外，每周一都得来店里洗碗刷盘当服务员，宗旨就是不能忘本，忆苦思甜，明白吗？我哪像你这么好福气啊？啊，你说，你们家老爷子的公司，你欧少爷一共去过几回啊？哎，你别跟我提公司啊，一提我就烦。这女孩是谁啊？前女友。哪儿找的？抽屉里。小刘，掉头回家。啊，对了，这次我不在，俱乐部成绩怎么样啊？
还能怎么样啊？全军覆没呗。哎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没我果然不行吗？得了吧，跟我这您就别吹牛皮了。您老人家哪次去不是找打的呀？哎，不过这一次啊，你没打成比赛，我倒甚是欣慰。知道为什么吗？省得你鼻青脸肿的跑回来，还得躲到我家来养伤，我还得替你编瞎话，要不然你爸妈总以为你出去泡妞去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拧巴呀？这个搏击运动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你为什么不能让你家里人知道呢？你还说我呢？那你跟我姐呢？明明两个人都相互不喜欢，还却因为父母之命假装在一起，那点事说破就得了呗，累不累啊？我说东你就扯西，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电话里别给我提你姐的事儿啊，提了我添堵。行了，我这忙着呢，你吃饭了吗？你要没吃饭过来找我，我这得忙一天呢。哎，得嘞，等我运动完我就过去啊，等会儿。好嘞，恭候您。欧阳，你拿错的箱子在哪？在房间啊。把昨天的朋友圈删了，你的箱子我来帮你找。你怎么帮我找？陈哲是咱们公司销售部经理，我去你房间把箱子拉走了啊。有这么巧的事儿？怎么样，袁经理？能没有空来我们销售部视察工作呢？哎呀，视察工作不敢啊，就是想问你小子一句，最近你心里是不是快乐出花来了？啊，硬憋着不告诉我们，是不是想等着哪天给我们来个惊喜啊？说什么呢？开玩笑啊！你不是一直说你没有女朋友吗？啊，合着都快相恋20年了，人家不远万里的飞回来跟你结婚，说心里话，真是羡慕死我了。说什么呢？这是再装得像一点。真不知道啊？告诉你啊，你女朋友啊，在回来的飞机上，跟咱们公司的小欧总拿错了箱子。昨天晚上，欧阳发了一个朋友圈，我一个朋友啊，截了一张图发给我，你看看，这不就是你吗？怎么着？上这个车？不是你要干什么呀？我现在有事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开我自己的车，用不着你们送。不好意思，董事长吩咐了，要求你从今天开始必须天天去公司上班，就算是起晚了，也得什么时候睡醒什么时候去。抱歉啊，这都是按照董事长吩咐。去公司上班是吧？行，我现在就去。你给我让开，我自己开车去。那不行，董事长吩咐了，必须让我亲自送你去。那我这车怎么办？我得停回去吧？不用，我会安排人处理的。
服吗？你松开我就服。挺打呀！打架这事儿可不是1天2天就能练成的，我们都是童子功，从小练的一招一式，早已经融入到你的血液里了，无招胜有招是吧？所以你练的那些招式，在我眼里都是小儿科，以后就不要在我面前张牙舞爪了，省得我会伤到你。什么我练的那些招式？你都知道什么？你放心吧，我的嘴很严，你打自由搏击的事情，我谁都不会说的。你好，我是来找欧阳的。我在飞机上跟他拿错了箱子，我来找他换箱子。不好意思，就算您真的拿错了箱子，您在这儿也找不到他的。我们天天在这儿上班，1年能见他1次已经很不错了。哎呀，那不行啊！我面试要用的中药材料全部都在箱子里，我要找不到他，我就没有办法去面试了。你们看这样行不行？你们给我一个欧阳的电话，或者他保镖的也可以。他保镖之前给了我一个电话，但是不好意思被我给弄丢了，叫什么来着？实在不好意思，由于您提出的问题涉及隐私，我们没有办法帮您，抱歉。我真的不是骗你们，这个箱子确实是欧阳的，他不是满世界打什么自由搏击比赛吗？这里面有视频，我看过，真的就是他，绝对不可能错。你们要是不相信啊，我就不把你不会帮你杀，他们是我朋友的。霍总的朋友，不会是女朋友吧？这可不好说呀。旁边。干嘛？你打人了。哎，你刚才在公司前台嚷嚷什么呢？你看着我什么视频？当然得确定一下箱子的主人是谁啊！你这里面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我又看不懂是什么，我不得翻出来研究研究啊？那你都研究出什么了？别的我倒是没研究出来，但是我真的挺心疼你这张脸。你说你长得吧，人模狗样的，不难看，被人家左一拳右一拳，左一脚右一脚的，脸都肿成那样了，我真觉得你挺想不开的。你为什么呀人心几岁啊？23。20年相濡以沫，3岁就开始谈恋爱，可以啊，够早熟的啊！你看我是记林美雅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敢把我比赛的视频泄露出去，你的照片、你的日记，还有你所有的秘密，我都会毫无保留的放在网上，你不用花1分钱宣传费，绝对上热搜。哎，包括你那个陈哲，哎，我就纳了闷了。你那陈哲就在我们公司上班呢，销售部经理啊，你不直接找他去，你往前台嚷什么呀？你刚才说什么？陈哲在你们公司上班，还是销售经理？你不会连自己男朋友在哪儿上班你都不知道吧？
不是相恋20年，相濡以沫吗？啊，这都不知道啊？你管得着吗？一手交香，一手交香。来，我箱子拿来。我还没看见我的箱子呢。我不能先检查一下有没有东西啊？拿开，拿开！走，回去。回哪儿去？回头有人把箱子给你送过去的。跟我闹呢！我所有的贵重物品我都在这箱子里面，我哪知道我的箱子放在你这安全不安全？快点，箱子拿来。你那箱子呢？现在应该是在我家啊，但是我现在还真给不了你。没关系，我看你也不是很忙，今天我也有空，走，我跟你回家拿去。真的？那你先搞定他。哎，你今天要是能带我离开这儿，我以后就跟你混了。欧总今天哪儿也去不了，全天必须在这上班。我是被绑来上班的，我比你都想离开这儿啊！你们家的事情跟我没关系，我也搞不懂，你也别告诉我，我也不想知道。给你的家人打电话，把箱子送过来，我在这儿等。哎，我说你这人还有完没完啊？我刚才不都已经打电话了吗？他们给挂了，现在就是他们不方便。那不方便，也就是说我现在没法把这个箱子给你，你听明白了吗？这样，你跟我保证，我的隐私你绝不外泄。以防万一，咱们录个视频，留个证据。你对着镜头说一遍。你干嘛呀？我拨了我的电话啊，现在你有我电话了，我也有你电话了，所以呢，回去等消息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相濡以沫、相恋20年的男朋友陈哲就在我们公司上班，我是他老板，就凭这一点，你也应该相信我。你是他老板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家陈哲他很优秀的，你不要觉得你是他的老板，你就可以威胁我。不开心我们可以不干，我们可以换工作，你明白吗？我先回去了，等你的电话。等等。您请回吧。再见。刚才出去那个女孩是谁呀？没谁，拿错箱子了，我说换箱子。还吃棒棒糖？扔了。走，跟我熟悉一下公司。好。陈哲，今天要不是接到你的电话，我可能就坚持不下去了。房东因为我在屋里炒菜的事儿，把我给赶出来了。外面下着瓢泼大雨，我没有地方去。我想我就快要冻死在异乡的街头了。
可是就在那个时候，你给我打了电话，我没有告诉你我当时的处境，但是你的声音给了我力量，我的全身似乎在一瞬间暖和了起来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想找一下陈哲。哦，您是我们陈总的女朋友林美雅吧？是啊，跟我来，我带您进去。谢谢。干嘛呢？在办公室呢。小哲，怎么样？你是不是还没有吃饭？这些啊都是你爱吃的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工作？这么紧张干嘛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工作的？你吃一个我就告诉你。别闹，快说呀！你吃一个嘛。啊？昨天晚上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。我昨天晚上发现啊，我跟那个什么欧阳在飞机上拿错箱子了，我就来你们公司找他换箱子啊。是他告诉我你在这上班的。你什么时候来这上班的？怎么从来都没听你跟我说过啊？还有，刚才我进来的时候，发现你们同事好像都认识我，是不是你平常没事干老拿我照片跟他们显摆来着？他们怎么说？你跟我说说，他们有没有说我长得好看？你要不要知道他们为什么知道你？是因为欧阳昨天把你的照片、我的照片，还有你写的那些日记，通通拍了照片发朋友圈了。真的假的？什么真的假的？整个公司现在都笑话我呢。拿出来让我看看。发了就发了呗，咱们俩没什么见面人的，咱们两个早晚都是要结婚的。我反而觉得以这样的方式告诉你的同事们我们俩的婚事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我很满意。昨天晚上，我妈跟我说，让咱们俩赶紧结婚，结完婚就赶紧去法国，被我拒绝了。我很明确的告诉她，我这回回来，我哪都不去了。她还生气来着。小哲，要不然咱们俩先结个婚，让她开心开心怎么样？我觉得你应该先回欧洲。停！你怎么跟我爸说一样的话呀？我再说一遍，这次我回来，我哪儿都不会再去了。你们以后别再跟我说这样的话了。别忘了，一会儿还要陪我去北方市机场呢。